自2026年5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意料之外的福分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得记》第4章第1到2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路得记》第4章。波阿斯来城门口，坐落去，伊所讲迄个至亲拄拄经过，伊就讲：兄弟啊，请过来遮坐。迄人就活转来坐。波阿斯搁请城内10个长老来，甲因讲：请遮坐，因就坐地。波阿斯就对即个至亲讲：对摩押地转来的拿俄米要卖咱的兄弟以利米勒迄块地。我着甲你讲，你着伫坐伫遮的人甲民间的长老面前要转来。你若要尽义务甲伊买转来，就互你买；若毋，着甲我讲，互我知，因为无人比你搁较有权通买转来，搁来遮轮着我。迄个人就讲：我要尽义务甲买转来。波阿斯讲：你对拿俄米的手买地的时，嘛着带死去的人的某摩押女子路得做某，通替即个死去的人的家族保留即块土地。即个至亲就讲：若安尼，我毋买，则免枉费我家己的产业。让你买，互你尽义务，我无要买。照以色列古早的风俗，人要确定赎回也是交换产业的手续，着转下交互对方。以色列人用安尼做合约的证据。迄个至亲就甲波阿斯讲：互你买，伊就转话互波阿斯。然后波阿斯对众长老甲所有的人讲：今仔日恁是证人，我对拿俄米的手买一切属以利米勒、马伦甲基连的产业。我嘛要带马伦的某摩押女子路得做某，通替死去的人保留伊家族的产业，则免恁对家族甲本籍受除名。今仔日恁拢是证人。所有伫城门口的人甲众长老拢讲：阮是证人，愿上主互你带入门的某，亲像雷吉甲利亚建立雅各的家。愿你伫以法他成做大财主，伫伯利恒有好名声。愿你的家就是上主通过即个女子赏赐你的后代，亲像他玛甲犹大祖先法律师的家相款。波阿斯就带路得做某，波阿斯甲伊同房，上主互伊怀孕，伊就生一个囝。妇人人拢来甲拿俄米讲：愿上主得到称赞，因为伊今仔日互你一个会当继承你的产业，搁照顾你的人。愿即个囡仔伫以色列有好名声。愿伊恢复你的元气，伫你年老的时甲你奉养，因为伊是疼你的新妇生的。即个新妇比即个囝较好。拿俄米就抱即个囡仔伫胸前，请伊大汉。厝边的妇人人讲：拿俄米得到一个囝啦，因就甲伊号名叫做俄比德。伊就是亚西的老爸，亚西是大毕的老爸。这是法律师的后代。法律师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阿米
米拿达，米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文，撒文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比德，俄比德生亚西，亚西生大毕。意料之外的福分，伫生活中，咱常常因着意料之外的事，受惊吓，也是惊喜。譬如讲，发现离癌，拄着车祸，也是发票中奖。有人认为意外只是几率的问题，有人相信因果关系，认定每一件代志必定是某一寡因素导致的。伫《路德记》的结尾，作者为波阿斯戴一顶荣耀的冠冕，伊甲路德生俄比德，也就是大毕王的阿公。有人因此认为，波阿斯正直善良的义举，导致上帝赐福，互伊的后代中间出一位伟大的英雄。敢真正是安尼？波阿斯为着实践伊对路德的承诺，一早起就到城门口坐地，遐是工匠、集合和裁判事务的所在。无偌久，波阿斯看到伊利米勒的至亲经过，就请伊留步，搁请城内10位长老来做公证人兼仲裁者。真有可能伊利米勒顾家移民以前已经卖掉祖产，现今有赎回权的纳尔米却无能力赎回，简单会当卖互至亲。迄位有优先权的至亲原本真欢喜，搁要买伊利米勒的土地，无拍算，却对波阿斯口中知影有附带条件，必须带路德，互迄块地保留点已故者的名下。这位至亲一听到安尼，随时拒绝，因为伊无想要开钱，搁加添麻烦。毋简单厝里加一位老寡妇和无仔女子，产业还无通归属家己，所以波阿斯依法承接赎回权，照承诺妥善照顾路德和纳尔米，赎回土地为马伦留名。路德记第4章13节记载，波阿斯就带路德做某，波阿斯甲伊同房，上主互伊怀孕，伊就生一个囝。这个叫俄比德的婴仔，毋简单继承祖产，振奋纳尔米的心，搁也是上帝赐福路德，互伊跨越族群藩篱，进入以色列家族的管道。故事发展到这，波阿斯已经知影俄比德会是将来的大毕王的阿公无？伊当然袂知影，而且俄比德照理应该归入马伦的名下，但是经文中的家谱却写波阿斯生俄比德，可见波阿斯被称赞拥有大毕王先祖的荣耀，全拢伫伊的意料之外。迄是上帝主动赏赐的福分。波阿斯的美善和正直，是伊无有失的善有善报，也无料想伊善举换得上帝的赐福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世界伫咱心中强烈植入互惠原则，甚至真侪影响力法则拢教人善用伊，借着对人是非来换取别人的信任或者是回报。总是上帝毋是咱会当互惠的对象，因为咱所有一切拢是对伊来好来互惠的。因为安尼，
当咱以正直、诚实、美善对待别人的时，切勿有说会当换得上帝，也是对方的回报。上帝赐了恩惠和眷顾，拢是来自伊的拣选，迄是咱意料之外的福分。日想，当我对人付出的时，会期待对方回报，煞落入互非原则的试探无？当我对人付出的时，会期待对方回报，煞落入互非原则的试探无？咱来祈祷，赐恩惠的主上帝，你有神圣搁绝对的权柄。感谢你拣选我、赐福我，搁带领我人生真济重要决定。恳求你摕掉我渴望以善行交换祝福的梦想，互我会当单纯、真诚疼你甲疼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